大家好，我係華強北華仔，好多謝咁多位粉絲朋友嘅支持同埋信任。呢期視頻同大家帶嚟一隻全新嘅智能手錶 OD Ultra 2。大家有見到啦，呢度係有 GPS 3個字嘅，有 GPS 咧就證明佢係一隻運動手錶。睇下下邊5 ATM 防水、大電池、GPS。可能有啲朋友見到啦，OD Ultra 2，咁我哋之前買嘅 OD Ultra 係咪已經落後咗噶啦？係咪？呢個就係全新嘅升級版啊！其實唔係嘅，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款式唔同，電池咧會少一啲呢個，因為呢個咧係做咗一個輕薄款嘅，呢個咧係一個大錶面大電池。我哋睇下我哋今日嘅主角 OD Ultra 2，呢個手錶係有兩個顏色嘅，一個咧就係呢個黑色，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米白色。我哋睇下佢嘅細節，非常靚。睇下如果買咗呢隻錶嘅話咧，佢係有配啲咩配件嘅？一條硅膠帶啊，呢條硅膠帶咧係佢原裝嘅，所以佢嘅質感咧係非常高嘅，摸起身咧都係非常舒服嘅一條硅膠帶。仲有一條充電線。如果你隨我呢度買咗呢隻手錶，我會送一條非常靚嘅錶帶俾你，就係呢條。如果大家都要買配呢種錶嘅錶帶咧，你就買呢個尺寸嘅就得啦。我哋就睇下呢條送嘅，呢條咧係我送俾你哋嘅，而且咧我仲會幫你黐好光化玻璃貼，去發貨過去俾你。呢條錶帶咧，如果你係去市場買嘅話咧，大概係30幾蚊。大家可以睇下，30蚊左右咯。硅膠磁吸，非常舒服嘅呢條帶。裝錶帶嘅時候咧，都係對住呢個位置裝就得噶啦，非常靚。如果你係買黑色錶嘅話咧，我就送黑色嘅。好，裝起身咧，大概就係咁樣。非常襯啊！呢隻錶帶好靚，而且戴上去咧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咁佢係磁吸噶嘛，直接吸上去就得噶啦，非常靚仔，係咪？非常舒服。咁我哋就簡單介紹下佢嘅基本配置。佢嘅芯片都係用我哋嘅巨芯 ATS3085S 嘅芯片 ，GPS 係用咗 CC1165，氣壓計咧係用 LQB-P001MB， 計步器係 DA267， 心率傳感器咧就係我哋嘅天意合三3918嘅心率傳感器。咁呢個心率傳感器咧記錄我哋心率嘅數據係非常準確嘅，準確度係非常高嘅。咁我哋跑步嘅時候啊，運動嘅時候啊，我哋需要記錄下我哋嘅心率呢個情況啊嘛。因為佢係有 GPS 嘅，所以運動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打開 GPS， 打開 GPS 之後咧，運動完之後連接我哋嘅手機，咁我哋運動呢個軌跡嘅圖就會上傳到手機嗰個 APP 嗰度，就可以去手機嗰度睇得到你嘅運動數據，跑咗幾遠，同埋你跑嘅軌跡圖、配速、步數、心率嘅一個數據都可以睇得到。咁呢個手錶咧係非常輕嘅，佢嘅重量咧大概就係31克左右，加埋錶帶咧係53克。但如果攞咗錶帶出去之後咧係31克左右嘅。我哋睇下佢嘅尺寸，厚度咧就係12.5mm， 大細咧就係43mm 咧係適合女仔戴，也適合男仔戴，所以呢個錶咧男女戴都係 OK 嘅，因為佢係有黑色同埋呢個米白色啊，都係非常靚嘅。佢嘅屏幕咧都係用咗 AMOLED 嘅顯示屏，1.32英寸，分辨率係466×466，非常流暢，非常快，顯示度非常清晰。電池係460毫安，正常使用嘅係7到10日，待機時間咧係10到15日。
具體使用時間咧要睇個人嘅使用習慣。如果係我哋嘅 OD Ultra 嘅話咧，時間就比較長啲，因為佢做得比較大啲、厚啲，所以佢電池都大啲。如果對呢個 OD Ultra 感興趣嘅朋友咧，都可以去睇我哋之前佢嘅視頻。防水呢啲都唔使講啦，呢啲全部放到水嗰度浸都冇問題嘅。更加唔使講我哋平時洗手啊、落雨啊呢啲根本就唔使怕嘅。但係游水嘅話咧，因為游水呢個我真係未試過，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帶住去游水或者沖涼都唔建議，因為沖涼嘅話咧，你有熱水啊，可能你個水壓比較大啲，沖入去咧都有啲驚嘅。但係如果平時洗手、落雨或者簡單嘅浸下水呢啲都冇問題嘅。呢條視頻咧主要就係講下佢嘅一啲配置同埋佢嘅外觀。咁下一條視頻我哋會試下佢嘅功能，其實功能咧都係同其他手錶差唔多嘅。咁如果對呢隻手錶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聯繫我，全部都係順豐包郵。好，呢條視頻就做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睇我嘅視頻嘅話，可以點個訂閱同埋點個讚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